英国西北部的萨斯波特29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，摕刀仔走去一间囡仔的跳舞教室乌白台，杀死3个囡仔，有10个人受伤，其中有5个人是重伤。警方即阵已经把嫌犯抓起来，正在调查伊杀人的动机。现场有警戒线，几台警车加救护车伫现场提名。英国西北部滨海城市绍斯波特29早起传出野刀攻击事件，警方伫10点外协报了后，派出几台警车加救护车去当地救援。I called the police, but there's many people on the phone at that point because it was like a bomb had gone off. You know, girls' bodies all over the place. 代志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儿童舞蹈工作室，迄当时有真侪囡仔当咧参加泰勒斯主题活动，歹徒举刀弄入去开始攻击，造成几个人死伤。警方指出，凶嫌是一位17岁查甫人，伫卡蒂夫出事，会接受审问，目前并无发现甲恐怖活动有关系。英国首相斯凯尔讲，这个事件真可怕，会当讲无法度去想受伤的人甲家属当地经历的悲伤甲创伤。I know the whole country is deeply shocked at what they've seen and what they've heard, and I know I speak for everybody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saying our thoughts and condolences with the victims, their families, their friends, and the wider community.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凯特王妃也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，对受到伤害的人表达哀悼，佮为受伤的人祈祷，同时感谢紧急救援人员伫关键时刻站出来。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。今仔日国际又有啥物大代志？咱做伙来看世界。美国联邦参议院30表决通过全面规范社群媒体网络安全的法案，伊要求科技公司针对线顶17岁以下的美国人制定温数标准，禁止锁定儿童加青少年的线顶广告等等，希望通降低社群媒体对绩效不好的影响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有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访问菲律宾，甲菲律宾总统见面谈话。参加头一摆由菲律宾主办的外交国防2+2会议，美国宣布投入5亿美金的军事资金，强化菲律宾的防卫能力，而且推上两国之间军事情报的共同分享的协议。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访问中国，伊接受当地媒体访问的时阵讲，已经明确向中国表态支持罗西亚是无符合中国利益。中国会使成做促进和平的重要角色。乌克兰的外交部也表示，已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访问乌克兰，希望就看罗西亚入侵的战争效果。